担心总统赖清德出访去美国夏威夷，加长工去美国智库座谈甲演说，伊用共赢的未来做主题，讲台湾是印太区域甲和平甲繁荣的东岸。正做台湾的总统，伊讲伊有3个使命，包括维持国家生存发展、强化国防力量，甲照顾2300万人民的生活。总统赖清德出国访问过境美国夏威夷时，当地上大一步。但向三星广播盗版报道，用台湾总统为夏威夷开始太平洋之路做标题。来讲到帅气赖总统会过境关岛，佮指出这摆牵动美中台关系。赖总统也把握过境期间，甲美国跨党派好朋友互动。赖总统呢，在今天上午，也透过视讯，还有透过电话的方式，跟在美国几位好朋友、老朋友进行了对谈。那其中有一位是裴洛西，这通电话其实讲蛮长的，大概是20分钟。那双方因为老朋友互动上，气氛也是温馨融洽的。赖总统过境夏威夷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以共荣的未来发表演说，强调台湾在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受访者热烈欢迎，赖总统伫夏威夷第2天到美国智库同济访中心发表8分钟闭门致辞，主题是共赢的未来，台湾是印太区域和平甲繁荣的优伴。各甲参加人正式座谈，被问到未来4年或者是8年的愿景，是讲台湾目前上大挑战是中国威胁。作为台湾的总统，伊有3个使命感，包含维持国家生存发展、强化国防力量，加照顾2300万人民的生活。I expect that President Lai will reaffirm his commitment to the kind of values that both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and probably a willingness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new incoming U.S.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Both were pretty tough on China and quite friendly toward Taiwan. We cooperate on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 and our robust trading partners. Interest in Taiwan is growing, as we can tell by today's audience and journalists in the room. 前 AIT 主席莫健甲美国总统川普顶一任任内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拢到场来听国家赖总统交流互动。伫夏威夷最后一个行程是去侏罗纪公园金宫拍电影的所在，高地安全部坐越野车，佮电影道具斗阵翕相。赖总统13会去友邦马绍群岛。公司新闻也拜宣彭俊怀美国夏威夷报道。